各位老师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今仔日要朗读的篇目是《柑仔店》，作者蔡英华。细汉的时阵，妈妈常常带我去找住伫盐埕埔的外公。外公开柑仔店，外口有挂一块亚绿色，而且淡薄仔垃圾的烟酒专卖圆形铁牌啊。光影影的店内，啥物拢有咧卖。厝边隔壁煮菜的时，无盐、无豆油，拢会叫厝里的囡仔走来买。柑仔店内底囡仔爱食的四手啊，嘛真济。橡皮糖、巧克力球、金柑、咸酸甜、茶仔粉，逐项有。每摆外公问我，阿华要食糖仔无？我拢会真欢喜，大声喊讲好啊！妈妈会甲我讲迄是外公要摕来卖。外公总是笑讲无要紧啦。囡仔爱食，就互伊食，无差迄几箍钱啊！一个时阵，妈妈就会伫边仔细细念讲外公收成孙啊。外公简单笑笑问我的头，我因为有糖仔通食，感觉真满足，心内嘛希望家己大汉的时阵，会使甲外公同款开一间柑仔店。互我的孙仔拢有糖仔通食。迄个时阵，柑仔店真市行，干达外公厝附近就有2、3间。我甲小弟、阿芬也有伴的，拢会走去外公厝后迄条巷仔内的柑仔店买养乐多冰。热天食真正是透心凉，互人心花开。嘛会行到盐埕国小，搁过去巷仔内柑仔店抽奖。若是摕到橘子奖，同款的字总是斗袂吧？一直斗袂着美少女战士，也是闪电霹雳车。每摆对外公遐捡来的金角啊，总是投资伫迄自是永远捡袂着的地固机。我嘛真介意去迄间柑仔店买面，有时甲头家娘讲我要10粒糖仔，伊就会对桌仔顶摕红挂的桶仔落来，我拍开，对内底摕糖仔，一粒一粒放伫我充满期待的手内。我心肝内嘛对咧算，一粒、2粒，伫我的手内插一个细粒山。然后我就足欢喜，将糖仔放入去烤袋仔内底，10块互头家娘。柑仔店外口有一台大冰橱，内底有真侪枝仔冰。我甲小弟捏骹尾，甲头直要载入去冰箱内，经受要食的冰。梅仔的看起来真好食，不过蚵仔的嘛袂歹呢。正娘，你卖梅仔的，我卖蚵仔的，安尼就拢食会着啊。做姐姐的我，就安尼阿爸替小弟决定，然后哪行哪食，转去厝。去外公家厝边的柑仔店买物件，变成我永远袂忘记的童年回忆。我的朗读就到这结束，祝全天下所有的阿母母亲节快乐，多谢大家。